最近咧喺泰國嘅芭提雅發生咗宗非常恐怖嘅案件，我哋透過網上嘅資訊知道咧，嫌疑犯係嚟自中國一名40歲嘅男子，而受害人咧係一位第三性別者，被發現嘅時候咧已經非常不幸咁樣身亡啦。我哋從屍首知道咧，佢係從下巴到去下陰嘅位置咧都係被剖開嘅，而胸部同埋心臟咧亦都係獨立處理，而仲有一邊嘅肺部咧係不知去向。其後知道兇手行兇嘅原因咧，係因為支付咗8000泰銖作為換取服務費，但係咧死者咧最後係唔配合，所以先一時衝動去落下重手。既然係一時衝動，咁以下落嚟就有幾個疑點係解釋唔通噶啦。疑點一，點解喺早段時候疑犯會獨自自己前往雜物鋪去購買尼龍袋、黑膠袋同埋索帶呢？疑點二，既然係為咗支付費用換取服務，點解事前又要購買呢一堆嘅東西呢？而疑點三，如果係一時衝動嘅話，最後嘅肺部點解會係不翼而飛消失咗呢？以上呢，就係我能夠透過網上資訊而總結出嚟嘅消息。